呢度唔係瑞士，都唔係意大利，呢度係哈薩克。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到我嘅 channel。上集帶大家去咗兩湖一峽谷，睇美景。除咗喺阿拉木圖嘅周邊之外，其實距離市中心都有一個世外桃源。今日我哋就會出發去 Chamboulac，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山區度假勝地。嗰度距離市中心大概只有30分鐘嘅車程。但去之前，我哋就揀咗距離景點入口好近嘅一間餐廳食個 lunch 先。呢間餐廳究竟有咩咁特別呢？嚟咗阿拉木圖幾日，發覺呢度嘅餐廳嘢食質素都好唔錯。而今日我哋要試嘅呢一間餐廳，係好多人都話喺阿拉木圖唔可以錯過嘅。而呢間餐廳唔止係食嘢咁簡單，佢同時更榮獲全球多個設計同埋美食大獎。被譽為世界上最靚嘅餐廳之一。喺2024年，佢入選 UNESCO 建築設計權威嘅評選名單，而福布斯更加將佢列為世界上最靚嘅16間餐廳之一。佢仲榮登 The World 50 Best Discovery。呢間餐廳主打係哈薩克嘅游牧民族菜，佢將傳統嘅哈薩克菜改成現代 fine dining 嘅菜式。融合傳統同埋現代，簡直係將文化、美食、建築結合埋一齊。好，唔講咁多，我哋試下佢哋嘅嘢食先。我哋叫咗幾款佢一啲 signature 嘅菜式，包括係馬肉塔塔，仲有牛骨髓。我特別喜歡佢嘅牛骨髓，因為咧佢嘅油脂咧非常之香，再加埋呢啲嘅麵包咧，其實咧食落去咧真係好好食。唔需要好複雜嘅調味啦，只係需要享受牛骨髓嘅油脂香味，配合佢呢個麵包咧，已經係香氣十足，非常之滿足。我哋仲叫咗個烤羊頸，呢個咧一啲羊嘅臊味都冇，而且味道濃郁，羊肉都非常之軟熟。仲有一個餃子啦，呢個餃子嘅調味料咧都非常之開胃啊。最後又點少得甜品呢？阿拉木圖又被稱為蘋果之城，所以今次我哋都揀咗一個蘋果嘅甜品試下。呢個蘋果嘅甜品裏面有雪芭同埋蘋果嘅餡料，食落都好好味㗎。食飽飽，我哋就出發去下一個景點，就係哈薩克最有名嘅山區避暑勝地 Chamboulac。呢度冬天嘅時候係滑雪天堂，但夏天呢，搖身一變就成為一個好出名嘅避暑勝地。喺夏天嘅時間咧，都好多遊客噶。而呢度咧，佢嘅氣候又清新啦，山景壯麗，非常之適合嚟避暑。有好多一家大細咧，平時都會喺呢一度休憩啦、散下步同埋影下相嘅。由阿拉木圖嘅市中心出發，你可以好方便咁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搭的士直達山腳，之後咧就可以乘坐佢嘅纜車啦。呢度嘅纜車分為3段，首先就係由景點嘅入口山腳嘅位置去到山腰，之後就會轉乘第2程嘅纜車。第2程嘅纜車同第一段唔同，佢唔係密封式，反而係可以令你完全開放，令到自己置身喺樹林樹木之中，仲可以兩隻腳條條揈。我個人就最中意呢一段纜車啦。超級舒服，仲可以見到綠油油嘅樹木喺自己嘅腳下，吸收新鮮嘅空氣。繼續上啦，我哋去到咧大概山頂嘅位置，仲有最後一段嘅纜車。而呢一度嘅山頂位置咧，海拔高度大概係3200米左右，所以上到去咧，我自己身體都有少少高山反應，有啲暈。但係咧，我覺得都非常之值得，因為呢度嘅景觀好靚啦。喺呢度你唔單止可以見到高山綠草，仲可以見到積雪嘅山，加上咧沿路嘅纜車景色都好靚，所以有啲人咧都會形容為呢度係中亞嘅阿爾卑斯山。因為呢度海拔高，氣溫又涼爽，所以7、8月都唔會好焗熱，環境非常之舒服，係阿拉木圖嘅天然冷氣室。但提提大家記得留意纜車嘅落山時間，因為夏天嘅時候大概5點鐘就會結束營運，千祈唔好 miss 咗最後一班啊！之後我哋就返到去市中心，揀咗一間格魯吉亞餐廳試下。喺哈薩克，你唔單止可以食到俄羅斯菜，
其實其他蘇聯國家嘅餐廳都好容易喺呢度揾到。我哋見到呢間格魯吉亞餐廳嘅評價都唔錯，而且環境氣氛都好好，所以咧我哋就揀咗好幾款格魯吉亞嘅傳統菜式，仲有試咗佢嘅紅酒添，因為格魯吉亞其實係紅酒嘅發源地啊。下次有機會嘅話，都想去埋格魯吉亞參觀一下。嚟到阿拉木圖嘅最後一日，今日主要我哋都喺市中心度遊覽一下，因為前嗰幾日都係一啲 local tour 同埋行咗好多山嘅行程，所以今日我哋都想放慢落嚟休息一下。我哋就揀咗呢一間市中心好多人推薦嘅 cafe。話說其實阿拉木圖都有好多 cafe 㗎，佢哋咧感覺都好寫意，而且呢間 cafe 嘅咖啡咧都幾好飲，嘢食都唔錯。推介大家如果嚟到阿拉木圖想食個早餐，都可以試下。食完早餐之後，我哋繼續喺市中心度行下。之前就同大家講過，其實阿拉木圖又叫做蘋果之城。原來傳說中蘋果嘅來源就係嚟自於阿拉木圖㗎啦。正正係因為咁，所以喺市中心度你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嘅蘋果裝飾品，你哋睇下。話雖如此，但係我試過佢哋嘅蘋果咧，就唔算話特別好食嘅。之後我哋仲去咗一個阿拉木圖最大嘅購物中心，裏面真係好大㗎，仲見到一間俄羅斯嘅連鎖美妝店。我入面行咗一圈，真係未見過呢啲牌子，大多數原來都係嚟自於俄羅斯。我自己就買咗少少嘅護膚品試下，都唔錯㗎喎，尤其是一啲保濕類型嘅產品，因為可能中亞同埋俄羅斯嘅天氣相對係比較乾燥啦。所以咧，佢哋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保濕產品，而且咧呢度都仲有好多美妝嘅品牌啦，睇到眼花繚亂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都可以過嚟睇下㗎。除此之外，喺呢個商場都有唔同類型嘅商店同埋一啲嘅國際品牌，咁所以如果你中意行街嘅話咧，都可以過嚟呢個商場。行到咁上下，我哋就去咗一間韓國餐廳。唔知大家知唔知道，其實哈薩克都有好多韓國人，而且佢哋大多數都係嚟自於朝鮮。原因咧就係因為咧，當時蘇聯政府好驚朝鮮嗰邊混入咗一啲間諜，於是咧佢哋就將邊境城市嘅朝鮮人搬晒過去哈薩克管理，導致咧其實而家喺哈薩克有唔少嘅朝鮮人喺度居住同生活。咁所以咧喺度食嘅韓國餐廳咧，同我哋平時喺首爾食嘅有啲唔同。我諗佢哋嘅 style 咧都係偏向於朝鮮嗰邊嘅。食飽飽之後，我哋就去咗總統公園度散步。呢個公園其實係為咗紀念哈薩克第一個嘅總統，裏面好大，而且咧亦都有好多哈薩克人會喺呢個公園度散步啦、嬉戲。其實成個阿拉木圖咧嘅綠化都做得好好，成個城市都有好多休憩設施啦，亦都有好多公共空間可以俾市民，令到佢哋咧可以好好咁享受生活。好啦，話咁快就完成咗我哋嘅阿拉木圖之旅啦。之後我哋就會坐內陸機去到哈薩克嘅首都阿斯塔納。究竟阿斯塔納係一個點樣嘅城市呢？呢個世界上最年輕嘅首都係點樣呢？想知就記住留意下一集啦。拜拜。最後唔好唔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！